这题目我写过几礼拜，不过还未用台语讲过。NGO 创啥物？大家好，我是宇文，我即马伫地球公民基金会咧服务。地球公民基金会咧，就是一个正人来小可官员所成立的一个影响政府的环境政策的一个环保团体。我负责的部分就是伫咱的网络顶悬经营咱的社群。大家好，我是卢玉。我即马已经17岁啊，我伫咧新北市中和的南山高中读高中2年。我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台语对我来讲，伊是一种自细汉到大汉的一种记忆，足珍贵、足宝贵的物件。我今仔日看到对手，其实我感觉我赢的这个胜面应该是超过100%啦，所以我有绝对的信心会当赢。主持人 NGO 工作者甲真头讲台语的高中生车票，看啥人会当用刷牌台语规划公民与社会课程，相关拼道理、拼台语，所以迄边来交出作品送互对方哦。我拄看到你的物件，我等下淡薄歹势。我准备一本册，叫做《坚持》，是几啊10年进前，伫咧高雄，咱有小华的产业，就有一个叫5轻的工厂，造成真侪污染，住在附近的民众就感觉讲安尼袂当，所以就起来讲甲厂商甲政府抗议安尼。今仔日我若输啊，我就要送互我的对手这个我自细汉食到大汉的一个好食物。我想要食乌鱼子。我袂输啦，我嘛有准备啦，我。公马地朴素朴，每一题10分，学生分数较悬的一名优先回答后一单元。甲政府机关核准伊公司伫某海片区度假村，为了规避大规模开发，需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定数，甲同意义甲开发案制作部的部分，照顺序申请开发。针对这种做法，若有人表示不服，通采取以下倒一项法律救济。答案是 A。咱讲环保团体要告啥人？环保团体，环保团体若是要提行政官司，一定是告政府，咱政府就是咱的甲，安尼所以是答案是 A。台湾风力发电以零化风电为主，兴建甲未来引发卖电的业者，是叫做政府叫暗嘛伫着许可的民间厂商，最近近海渔民抗议零化电厂工程的冲击着海洋生态，对损害渔民的利益。请问受到影响的渔民团体，若是认为政府稳准电厂设立的处分违法，认为电厂的设施会造成管理的损失，要求电厂赔偿，渔民团体若提起法律诉讼，会面倒一项方法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答案是 B， 就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主管机关撤销电厂设立的许可。这题甲顶一题其实足像的，同款拢是咧讲，你若是要甲政府告，即马政府做一个行政的处分，对吧？就讲就是政府应准电厂的设立，歹势，电厂的设立，所以讲咱即马要反对这个决定的时阵，你就要告政府，告政府就是提起行政官司，行政官司就是对行政法院来提出。社会运动是公民主动发起的，透过公开、集体倡议也是行动，继续努力不满改变体制的作为。以下做一寡符合社会运动的定义：A. 原住民族行就街头，不断提出填挖土地的诉求；B. 到伫某间化工厂附近的居民，联署要求工厂改善废弃物的排放；C. 政府伫媒体刊物广告动员民众参加万人牵手和河川的活动；D. 国营企业配合政府鼓励生育政策，办理生一个收10万活动；E. 爱护动物电视联合影剧出名人，长期宣导爱伊就莫甲伊放杀活动。sorry， 快点。我感觉答案是 A、B 加 E。C 加 D 唔对的关系，其实都简单的，就是讲这就是政府来发动的物件，所以这就是无算讲是社会运动啦。台语主播会流水，用刷牌台语报新闻，过关加10分。立法院昨三读通过矿业法修正案，甲业者采矿着无需要地主同意的条款提掉。而且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为基础，落实原住民的思想同意权等等。规划问题1.1，用台语跳明重大社会议题，讲甲清楚正确就摕50分，进行落后者约会引爆的好机会。矿业法第31条甲第47条，互人工作室8项条款，请解说伊的内容。这题目我写过几礼拜啊，我用写的吼，用录影片哦，不过还未用台语讲过。矿业法咱咧讲内底有一个8项条款，就是31条甲47条。31条我就甲伊号做叫做“我甲我送为止条款”，
就是即马咱要，若是你想要乌石头，你就爱甲政府申请。啊，你申请的时阵，一届是核准20年，20年了应该是爱登做评估。但是咱31条写讲，你若是来申请，我就会互你。所以你只要20年到了，申请就是过20年，申请就是过20年。啊，你乌甲你送为止。啊，47条咧，我叫做恁兜钱，阮兜条款哦。这啥物意思咧？若是今仔日我要用你的土地，这片地是你的，我要伫你家咧乌土，安尼我应该是爱问你讲，你有同意无？你若同意，我才会当学嘛。对。但是讲47条写讲，你若是无同意，我会当甲钱放伫法院，就是我咧做你的土地的钱，咱中文叫做提存。啊，你要去摕还是无去摕，随在你。但是我若是甲这个钱放伫法院了，我就会当直接用你的土地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你强迫我来接受你要来乌我的土地这个事实。无唔对，所以叫做霸王条款。哦，好。其实，在我来想乌鱼子这个物件，是一个真珍贵的物件，所以讲，今仔日送予我的对手，就是希望伊会当做伙享受这个好滋味。我今仔日减肥啦，我所以讲我摕转去甲同事分享啊。请你会当配令果，还是讲酸啊？啊，还有水来啊。啊，对对对对。加迄个菜头。对，食起来就袂遐尼咸的感觉。多谢多谢多谢。拜。NG 哦，放虾米？今仔日我是透过甲这个吴文阿伯，我才28岁呢，我是阿伯，好歹是阿姐嘛。